大埔宏福苑嘅長遠安置方案，昨日再有新一步。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聯同房屋局召開記者會，正式交代宏志閣嘅收購安排同推進方向。副司長提到，政府過去一段時間透過解說專隊上門接觸同意見收集，已經大致掌握到宏志閣居民嘅主流取向。意見調查顯示，大部分宏志閣居民都希望將業權授予政府，參與長遠居住安排。政府今次會作出相應安排，核心就係一句，回應居民強烈意願，同時亦希望用一個有足夠支持基礎嘅方式處理，令政府介入更有合理性同授權基礎，唔係少數意見就決定一切，亦避免日後社會覺得做法欠缺正當性。我想講清楚，宏志閣喺今次火災入面無直接燒到，樓身表面上似乎完整，呢個係事實，但街坊要面對嘅現實，從來唔只係有冇燒到咁簡單。有居民對火災仍然存有心理陰影，一諗起要再搬返原來住所，就會覺得唔安心，睡唔到覺。亦有人擔心，即使勉強住返去之後，長期嘅修補工程、噪音、灰塵、消防同安全安排，會令生活質素大幅下降。再加上社區配套受損，人流同商鋪可能慢慢縮減，令日後生活方便程度變差。而物業市場點睇宏福苑，亦唔會單純用撞樓有冇燒到做判斷。物業價值下跌同轉售困難，都係居民最擔心嘅其中一環。所以，當大部分居民都傾向希望政府收購，其實反映嘅係大家想要嘅係一個可預期、可落地、可以安心重新開始嘅方案。第二個重點就係單幢存在會衍生好多複雜問題。副司長亦提到，宏志閣如果最終要以獨立單幢方式存在，對日後大廈維修同管理安排會帶嚟好大憂慮同不確定性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以前係多座大樓一齊運作，某啲基建、某啲公用設施、某啲管理成本可以分攤，但一旦剩返一棟樓，宏志閣就可能要自己處理成堆法律、行政同工程安排，包括但唔限於地契條款點樣修訂、大廈公契點樣改、共有地方權責點分、日後維修責任點釐清。呢啲唔係街坊坐低開個會就搞得掂，往往牽涉律師、測量、政府部門批核，程序長、成本高，而且爭拗一多就會拖到無了期。再講管理層面，如果宏志閣真係變成獨立單幢，住戶可能要另行聘用承建商同管理公司，甚至保安、清潔、維修等服務都要重新招標。當規模細咗，議價能力自然弱咗，管理費同運作成本上升幾乎係必然。更重要係大型維修工程唔係每年都做，但一做就大數目。以前可由多座分擔嘅部分，將來可能要宏志閣住戶自己扛起，到時候每戶分攤嘅金額可以好驚人。簡單講，留低唔係淨係繼續住，而係要面對一條長期高成本同高度不確定嘅管理路。第三個重點係修葺工程嘅複雜程度遠超一般想象。好多人以為修葺就係修反牆身、換反設備就得，但今次牽涉嘅唔止係樓宇表面，而係一整套運作系統、地契、公契、公用空間維修責任點界定、大廈管理點安排、水電系統、消防設備、石油氣管等涉及安全嘅設施點處理、點驗收、點確保長期合規。呢啲工程同程序一環扣一環，任何一部分卡住，後面都會停滯。換句話講，就算有人覺得等修好先算，都要明白過程可能比預期長得多，亦未必可以完全消除不安感。第四個重點係零星收回單位無助解決問題。副司長講得好直白，如果政府只係零星收回一小部分單位，其實無法對宏志閣嘅未來掌握話語權，因為宏志閣面對嘅問題係整體性、結構性、地契、公契、公用地方維修同管理安排，都需要有整體方案先處理得到。若果只收返少量單位，政府難以推動全面處理，而居民亦會陷入有人走有人流嘅拉扯，最後變成最難搞、最拖延嘅局面。問題唔會消失，只會一層層堆積，變成下一代要承受嘅包袱。最後，我想講，反政府今次嘅方向，其實係嘗試平衡居民意願同社會觀感。政府提出一個相對較高嘅支持要求，目的唔係為難居民，而係要確保當政府介入收購時，有足夠居民支持作為授權基礎，令措施更合理、更站得住腳。同時亦減低日後被質疑用公帑幫少數人嘅爭議。對居民嚟講，呢個亦係一個信號。只要社區可以聚到足夠共識，政府先有條件同空間用更有力嘅方式去處理一籃子難題。宏志閣居民而家最需要嘅係一個可以讓家庭重新安頓、可以向前走、可以把不確定變成確定嘅出路。如果能夠把握窗口期，凝聚共識，令收購安排順利推進，對好多家庭嚟講，就係一次重整生活、重建安全感嘅機會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